香港10大癌症殺手之一，俗稱血癌嘅白血病，其中一種簡稱 CLL 嘅慢性淋巴細胞白血病有年輕化趨勢。瑪麗醫院喺舊年10月成立全港首個針對華裔 CLL 病人嘅疾病資料庫，發現病人發病嘅年齡由過去70-80歲下降到30幾歲都有。醫院用咗8年時間研究出針對年輕病人嘅新治療方法，係將標靶藥物利妥昔單抗結合傳統化療。新療法比單用傳統化療有效降低 CLL 嘅復發機會同死亡率。而現時嘅藥物已經到咗個極限嘅，即係用化療嚟去做呢個治療已經到咗一個極限。咁但係加咗呢個標靶治療咧，再將個極限提高咗。咁而家咧就我哋講緊係再高2至3成嘅治療效果。咁剛才我講咧就話，如果化療咧大概去到一半或一半咁上下啦，咁而家你用咗呢個標靶可以將佢提高到大概70%至80%。佢話新療法一個好處就係冇顯著嘅副作用，療程分6個階段，為期半年，費用大約13萬蚊。關愛基金已經將療程納入醫療資助範圍。瑪麗醫院就希望新療法所需嘅藥物能夠盡快列入藥物名單，令病人得到免費藥物治療。香港寬頻電視記者李文欣報導。